世界万行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阿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那么7月4号开始，你敢有去申请到租金的补贴呢？讲到这个居住正义，讲半补，直接甲你补贴租金呢，大家拢讲好。可惜真侪人是看会到，是食袂到，是人心不古，也是政策错误，也是因替咱想的拢唔对。今仔日好好来讨论。首先，紹介咱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不動產企業研究室執行總監徐嘉欣。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OURS 都市改革組織秘書長彭永凱。彭永兄，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第三位，不動產估價師張鳳清。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第四位，一位少年青年厝卡林達健。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互觀眾朋友來了解講，這7月4號這個好代誌，你敢有偏芳到？政府呢一年一改這個擴大租厝租金補貼計劃，7月3號就開始實行咯。到當呢，把範圍擴大到18歲以上哦，希望會當照顧50萬戶你當咧稅厝的這個民眾。不過有專家認為咯，台灣的稅厝的市場長期以來攏是目睭睭。拢唔知影內面黑暗的到底是偌濟人咧租厝，真濟厝頭家呢，攏是偷走稅，無希望呢，這稅厝的事實呢去用知到，所以呢，這補助真濟人是看會到、食會到。2023年的300億擴大租金補貼計劃，7月初3正式開辦，新戶隨來隨辦，舊戶延續補貼，這屆無需要提供厝主的資料，嘛降低年紀。18歲以上就會當申請，照稅厝的地點和身份的級別，每個月補貼2000到8000不等，嘛針對無同身份補貼，包括學生、單身、新婚小家庭等。政府要照顧民眾，不過有人也是在丟毒。我自己是沒有申請，怕說可能會他在增加租金。對，就是台灣現在的狀況，應該就是比較常跟房東妥協啦。也要看房東，就不是每個房東都可以啊。會影響到他們。就是他們可能繳稅的。講稅厝申請厝稅補貼，該厝主同意。專家講，台灣租厝的市場長期無透明，絕大多數的厝主有走稅金的狀況，嘛無愛厝卡去申請厝稅補貼。就是提供房東單一稅率，而且分離課稅，開大門讓房東不要增加太多的一個稅負的負擔。但是關鍵是納管。那因為納管的話，日後台灣的住宅政策才會有效，否則這一次的300億租補以及社會住宅包租代管都會卡在房東不願意曝光的情況之下，讓住宅政策都是事倍功半。要幫賺厝卡的負擔，專家講，政府要用源頭解決稅厝的烏市問題，這是真正甲民眾鬥相共。記者綜合報道。咱來看到吼，他在這新聞大當中呢，指出了真濟的問題。咱大家4位來賓攏咧講，這個補貼呢，實在是看會到、食會到。首先來看這個圖表啦，這個圖表頂頭吼，租金補貼了2.0特點甲厝卡的這個議率啦，吼，主要厝卡的議率是吼，要賣厝的時候，無法度適用啊，1升100，或者是1升1億，增訂自用主體土地徵得稅或者優惠稅率的規定啦。所以呢，會影響唔單是明年你要納稅的問題，還會影響到你下厝吼，你個厝要買的時陣，所以呢，也無改到遐去。但是呢，咱也知影講哦，真濟厝卡吼，厝頭想的還佫唔單是安尼哦。佢想講，雖然我一個門牌吼，會有15000塊的這個優惠，但是我一個雅房啊，吼，咱講雅房，我有4個，我攏統統曝光去。曝光去我這個所得稅哦，佫吞到懸呢，這是不是這個大家咧考慮的這些事實？對，阮即馬接觸到的厝主吼，攏有拄到小可問題啦。頭一個問題是講吼，伊若是講以前無得報稅，
啊，即马若是讲因迄个厝卡要领迄个补助，啊，领补助虽然讲内政部讲吼不会跟财政部做勾稽，可是讲阮进前有，对，阮进前有看到爱心房东，这爱心房东是有5间厝，啊2间厝去做爱心房东，啊理论上是应该是讲啊，你做爱心的厝主，我应该爱给你奖励对无？无，迄个所在的迄个国税局啊，就去查他迄3间没有乖乖缴税了。所以因迄个爱心房东气甲哦，马年就无要做爱心房东啊。所以讲吼，头一个问题是讲迄个拄则主持人讲的是税收的问题，因为阮即马租金的这个所得税，它会并入到马年的所得税。综合所得税。啊，所得税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讲吼，头一个我会跳趴。啊，第二个是讲，我若是讲以前无报税的时阵呢，这个税捐稽征法可以追5到7年。所以讲，我可能以前无报税，我起码想讲啊，我应该爱来报税啊。啊，可是讲国税局可能无要帮我刷。所以讲，大多数的迄个厝主嘛是会惊讲啊，若是讲我以后报税的时阵，唔知要准备偌济钱，唔知国税局要给我怎么样的冲康。所以讲也安尼惊呀。那与其如此，不如干脆讲啊，那个厝卡你就卖去申请。啊，我另外讲有拄到一个厝主嘛，就意思，伊讲厝卡要去申请，伊讲你去申请偌济钱，3000吼，好无4个月开始，阮就减3000，你就卖去申请。我规期减的，是，我规期减的，较免你麻烦。是，但是咱佫一种吼，佫一种项目，这个名目叫做出租公益人呐。裴老师，你看讲什么叫出租公益人？那有这个意愿的厝头吼，你就听看卖。无啦，伊迄就是公益的出租人嘛，意思就是讲吼。你租人厝嘛，可是你的厝卡，伊也是领政府的租金补贴，这种你就算作当然的公益人。啊，第二种是讲我无家己租，我甲我的厝交互包租代管，好交处理互包租代管，伊替我来处理。像他其中咁讲的，讲迄个爱心厝租是毋是集体？对，新开集就是安尼嘛。可是我接迄嘉欣拄我讲的吼，我感觉这上根本的是安尼嘛。你想吼，我这个厝头家本来就无得纳税，啊，我无得纳税，我厝租会出去哦，嘛是照租啊。所以意思讲，无迄个什么减税啦，减税意思是讲我本来有纳税哦，你甲我较减收或者减税嘛，我本来就无得纳税嘛。所以讲你即马所有的什么减免，拢无好简单，因为我无伫我的厝租厝，无互政府知影，所以我本来就自用啊。我就是自用啊，所以我本来的房屋税、地价税本来就，所以这有一个基本的坎就是对嘛，下袂过嘛。所以我这才是根本的问题嘛。我讲，因为今年办这吼，我上尾讲一点，今年办这，咱去年的经验就知，咱今年办是第2年办嘛，去年嘛是300亿嘛，啊，咱就知影结果嘛，结果300亿，叫大家来申请，结果分偌济，伊的执行率54%啊，你想看卖嘛，政府。编300亿，哎，上钱送袂出去，上钱就送袂出去嘛。啊，所以咱问就讲，为什么遮济厝卡政府遮好心，一个月互你3500、5000？是呢，我看这好处真济呢。为什么无来领嘛？啊，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敢讲过去啦，包括业界啊、民间啊，是所有像我朋友崔妈妈，大家拢讲过啊，其实政府拢知影嘛。啊，所以讲你也无甲迄问题解决。我感觉今年你搁办嘛是安尼嘛，啊因当然调整嘛，伊调整就放搁啊零嘛，你拄我介绍嘛讲嘛，今年税厝厝头家免摕资料咧，你知影这背后什么意思？你到底有租厝无租厝？即马政府嘛无要管啦，你著家己摕一张就讲，你知影意思？讲就是讲想要甲钱压出去，已经想到这个步啊嘛。所以我讲这个问题，我今日讲大家来想看卖。我上尾要讲是讲，我绝对支持爱做租金补贴，吼帮助一寡弱势也是少年，我这拢支持嘛。可是我问的是讲，咱用这个公共的资源吼，要有办法把它真的能够照顾到有需要的人嘛。阮关心的是这件代志嘛。是，张老师，你甲咱看吼，其实我也是咧追问讲，其实。迄厝头吼，咱甲看这真侪房产啊，讲吼，你会当即个租人所得税吼，租金收入的43%吼，
会当提升啊，免税额咱头仔讲，每一个门牌每个月15000块，那么其他的优惠啊，你这厝头也是卖吼，头仔平老师也讲，啊，这就是我自早我就拢因要不要我先让老你知，但是咱讲到遮，咱就逐工咧破这个冷水，啊，变做讲少年人嘛，真正伊嘛毋敢，咱小等人来听伊的实际例吼，少年人啊，但是啊这边咱来改。这一刀要来切落去，咱要变做吼，一边是居住正义，啊一边是租税的公平，啊这边怎处理？拄则补充这潘老师的讲法吼，即马公益出租人吼，伊有2种的形式。第一，你出租主动愿意的，吼叫主动的；啊，第二是厝卡去申请补助，被动的，嘿就变被动的。啊，即马较有问题就是被动的，因为主动的你厝主，他伊想好啊，伊算无问题啊，伊就想会当落去即地，伊感觉有利。啊，被动的是伊可能袂好，就一开始拢无纳税。啊，伊即马若去查厝卡去申请过啊，啊伊就爱去使用这伊的后壁的租赁所得拢爱曝光，所以伊较无愿意。即马。主动被动，我感觉被动这地吼，开始问题就足严重的。那老师，你来做这，你来感觉讲政策上吼，头仔平老师也讲啊，我相信市长也讲啊，就是讲补贴是应该啊，但是免咧补着伊，真正会补着啦。对。真正会补着，啊，你要补袂着啊，因为唔敢去请啊。对。啊，这边呢，怎么来处理呢？即马咱看起来吼，咱为那个。经济学理论来看吼，这个补助的方式吼比较偏所谓的屁股理论，吼屁股理论就是不是华语迄屁股哦，吼是一个人名叫屁股，就是政府因为咱的租金中期的乌市已经市场失灵啊，所以政府必须一只手爱落去管制。管制伊就选择讲，你要扣税还是要补贴？吼即摆咱看到的是对这帮助去补贴。其实我感觉吼背后还佫有扣税意义在，因为厝头客因为即个厝卡去申请补助，有迄个方式互伊的租赁所得曝光。那国税那边就有机会去逮到这些长期以来在讲你这是国家的阴谋啦，对，就是伊的政策2项其实拢有，我感觉明的是在补贴，但是暗的是有一下去古早人咧讲请君入甕啦，但是他当然，咱进前其实吼，咱也讨论过，讲不如来大下啦，吼大下咱小等者来讲，咱互少年朋友来讲吼，伊真正吼血甲泪目屎即个案例吼，特别你甲咱来讲吼，你家己租厝还是恁朋友咧租厝的时阵，即马现主时敢会当去请这？我家己是拄着最好的厝头家，我甲伊讲，伊就怎都互我请啊。毋过我伫甲阮朋友讨论的时阵，我嘛有拄着迄较无好的案例啊。我才有一个我朋友，你有准备哦？我才有一个我朋友伫甲因厝头家讨论的时阵，伊感觉心内受伤的一个。伊写啥物？发文，你有镜头看者？嘿，我镜头看啊，遮我用华语念吼，就是讲。请求房东让我们申请租屋补助的时候，我的姿态几乎已经是双膝跪地磕头再磕头的地步，然后对方甚至也没有想多了解一下这项政策。新上线的租屋补助，重点并不会影响房东的税额，但是房东还是直接说不。然后他说其实这个政策。可以不用经过房东的同意就可以申请，他跟房东去讨论，只是为了让他心情比较好一点，就是跟他一个尊重。你这个朋友啊，佫算做好心胸，佫想讲给你通知一下。但是啊，变做这种的，但是我有兴趣的是讲，你的厝头，你的厝头只需要就答应你。对。啊，伊手头即摆是。几间厝咧踅人，你敢知？这我就较无了解。你是歹势讲的吼？不是，我是甲伊签约，我无甲伊。你唔知伊其他这样这代志对。不过，因为我看到我朋友一
即个案例了，我嘛是因为我足简单就庆着啊，不过我就去想讲，伊即个案例到底是安怎，所以我就去爬文，上网爬文找资料。啊，我伫政府的网站上面看到的是，若是我安尼直观的理解啦，我是感觉讲，明明都有这个你放心，即摆3个专家互你问。嘿好，安尼再搞我教示的。然后这房屋税同自住，就是他说有优惠啦，这个房屋税会变成同自住住家用税率变1.2%。啊，我去查资料，原底应该是2.4%。啊，综合所得税阁有这个15000块的免税优惠。啊，连地价税也适用住宅法第16条，也变2%的税率。啊，原底敢若是10%的税率，所以我就想讲，若是照我看到的资料，我会感觉讲，明明这个互伊的厝卡去申请这个补助，伊明明就会变迄个出租公益人，应该是对伊来讲是有利的，嘿，安那会安尼？对，所以我就想讲，这个机会来我先请隔壁的专家来，张老师你讲好听，咱头仔有小可讲过吼，来。第一吼，拄啊同学加用的吼，拢是讲前提拢是讲哎，应该适用出租的时阵的税率，但是咱租金的市场长期咧乌市，就拢无报税啊。当然嘛，无款出租的税率的问题，伊拢会当规划厝卡拢甲规划好啊，拢适用自用的啦。我本来就是自用的，拢自用的啦。对啊，我拢自用的啊，你即摆甲我讲即摆当变去自用啊，本来就自用，我想那个变去自用，无效嘛。对我来讲，啊本来唔免扣所得税，啊你即摆讲15000块唔免所得税，出来爱啊，啊毋是对我来讲加我无得靠本来头仔这。嘉兴嘛讲我会跳趴呢，本来交12%的所得税，我变成跳20%的所得税，算的一来一往，我失去真济，是这个意思。哦，但是他都平老师也讲啊，讲啊不如来大厦，咱其实也讲过足侪届啊吼，这大厦对着是一种人啊吼，即有安大伊本队就有咧。乖乖纳税，可能有10%、8%、9%左右啦，啊，无咧纳税，所以即马一体同仁、一视同仁，拢免税，哦，拢大厦，啊，这对着即个少数过去即个真乖咧纳税的人，敢有公平？或者是讲其他的人伊无厝的人，伊会感觉讲，咱这敢有公平？这要安怎来过上这项代志？其实这个代志不哩复杂啦。不过我简单讲者，就是讲吼，第一点我问的就是讲吼，其实咱中华民国的法律到今日，拢讲你厝头家也有税厝，你也纳税。咱的法律是安尼写，可是咱这条法律就讲70%到90%的厝头家拢违法，所以咱问的讲，如果有一条法律吼，九成的人、九成的老百姓拢无要遵守这条法律。咱要检讨是讲，检讨讲政府吼，国税局去查这9成的厝头家拢甲抓出来，也是讲咱爱想看卖讲咱这个制度要哪调整。我是为这开始出发，吼。那第二点就讲，有就拢抓起来，就无法，我都完全无可能执行的代志嘛。所以这就是代表讲，过去这乌市几十年，反正咱的咱的财政部、国税局就伫遐困啊。大家拢知影，为什么无得啊？我讲一个上简单，伊讲抓袂到，咱591租务啊，所有的厝头家要租厝，拢公开伫遐，所有的人拢伫遐公开伫遐讲我要租厝，你就去，你也是为迄个广告，大家查拢有嘛。可是我毋是讲叫国税局去查，讲伊无可能做这件代志，所以我讲这是根本的问题嘛。那所以我讲第二点就讲，因为咱过去讲吼，因为咱过去财政部嘛，甲我讲，咱的这个所得税有累进的效果吼，公平正义啦。可是问题是讲，伊过去几站一仙钱都无要拿嘛，啊你嘛拢无去甲查，啊咱即嘛讲要甲因遮的人减税，我毋是讲免税哦，我的主张是安尼，就甲咱的厝头家的迄个租金的所得分离课税，不要变成个人综合税，都是分离课税，像咱重所税共款嘛，不是重所税。证券、股票啦，赶快就是安尼。
啊，另外就是固定税率、低税。好，例如都卖想甲遐复杂。例如讲，像咱发票100块，咱就扣2块、3块，就用这个比率来扣。对财政部来讲，袂歹哦。本来我1块银拢扣袂着。可以财政部咱就问讲，咱政府有没有税收损失无啊？因为伊本来就无纳税，你也知影？就讲你也讲，本来咱政府收足侪厝头家的税，即摆讲咱减税，咱讲咱税收损失。你讲公平正义，过去遐个人几十年1仙钱拢无要纳，好你就无感觉无问题。那即马讲叫伊纳，可是纳的税有影较轻啦，加减嘛有收啦。你讲这两种，哪一种哪一种比较公平？咱算盘叠叠的，即马你爱捧这300亿要互因补贴。咱有通，如果咱有通扣税扣到300亿，这补贴拄啊好甲补着。应该是扣袂着，咱即马根本无咧纳税，无咧扣嘛，吼。所以我咧问，所以我讲上重点是啥？我讲重点，我是要解决后壁的问题。咱想话，咱互所有的厝头家吼，就莫规工伫想讲，我就是这个租厝，我惊互政府知影这件代志，要把这件事情消除他们的疑虑嘛。所以消除疑虑的时候，你下摆咱这少年去租厝，厝头家就不会想说不要领租补，因为我本来就已经透明啊嘛。我要有的人租厝，我要入户籍。伊嘛要去甲你反对嘛，大家知影，咱租厝的迄个租金嘛可以抵税嘛，伊嘛袂甲你反对嘛，所以关键是在这里嘛，所以你即嘛无解决这个拄我讲的厝头家，我嘉欣嘛讲，两位都讲他的疑虑嘛，就讲我本来几十年来我就是安尼乌市安尼做，我厝嘛是他顺利的租出去，我税金嘛拢摕着，我租金嘛摕着嘛，你即嘛叫我无代志要。加入你，我反而曝光，我反而税会比较多，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其他的人啊，无要做爱心房东，伊继续安尼，伊嘛无代志。所以我讲咱想一个方式，互大家，我讲我们要不要想个方式，让大家弃暗投明？可是弃暗投明的成本很低，就讲你下摆税足低，我补充一个，其他人会同意也无同意？我无厝，我这项代志甲我拢无地带，即我看，这安尼算公平吗？无，其他的部分就讲，咱甲伊说明讲，这个好处是啥？好处因为你即马你无厝，你都无厝在租厝嘛。讲阮安尼做以后，下摆你领租金补贴，厝头家就袂甲你刁难。你下摆你要设户籍，对不？你就讲厝头家就让你设户籍，你也要年底所得税报税，你要抵税，厝头家互你做嘛，因为即摆厝头家就已经透明啊，伊就袂反对这件代志啊。我就想讲安尼，我讲一个重点，因为过去拢无伫纳啦，所以说我即摆加减叫伊纳一寡税，可是重点是要他弃暗投明。另外我讲补充的重点是，应该我讲过，大赦背后的刚刚那个张先生嘛讲，就是讲吼，政府拢会惊迄个查迄个。无是你讲的5到7年哈，就是讲咱这个新的制度出现以后哈，你也是诚实甲政府用新的制度哈，你去申报哈。主秀，无过去的逃漏税既往不咎，我们过去有这样立法实务，就直接就宣布大赦，就讲一条政府宽待为怀啦。就是讲你也要来，讲主秀赶快，你也甲政府主秀，你的新的税是变很低。第二点，你过去的逃漏税，你我拢完全不甲你计较，用这方式，互大家都讲愿意变成合法的。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来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互观众朋友来拍电话入来，看唔同意也无同意。但因为就恁公司而言吼，恁就在管理，恁嘛有当时嘛有咧中介着这个租厝，是吼实务上，你感觉这大厦敢可行会使袂？我是感觉讲吼，大厦是有机会。虽然讲吼，可能有淡薄仔人认为讲这无啥公平，可是讲若是讲今仔日阮是暗算政府暗算讲要做一个大厦，伊的目的要很清楚。头一个就是讲，我应该要健全租屋市场，因为起码上重要的问题，你讲像林同学安尼，伊可能伊起码是真很幸运拄到一个好厝住咧，厝主愿意给他申报咧。阮就一个朋友是为南部起来，无通租厝。处处很奇怪，动不动就找人家麻烦，所以讲，若是讲以后吼，咱租屋市场会使透明化了后，头一个就像彭老师拄则讲的，我政府扣会着税，
啊，第二个来讲吼，若是讲奇奇怪怪的租屋怪象，阮会使提到台面来做一个管理。你讲即马吼有迄个厝主讲吼，你袂使迁户籍。其实迁户籍，厝主是惊讲以后这人若是讲搬去啊，迄个户籍还是留在这边，就麻烦。就麻烦。嘿，啊，可是讲起码内政部已经让以后的自动迁出去。好啊，资料这些以外，内政部尽量给一些方便。啊，可是说你上根本的物件在财政部顶管，啊，财政部就应该8年吧，8年拢无迄个意思来去做一个处理。啊，所以讲，阮即马就困在一个讲啊，厝主惊讲要落税这代志，啊，你迄个厝骹咧，即马要找厝找无厝，啊，所以讲建户虽然要送钱，送袂出去。啊，看起来就是找唔到先生，添唔到药啊的感觉。是啊，若是讲真正是有办法时阵，头一个我们税的部分，先甲房东、厝主上烦恼的代志，先甲疑虑先解除掉。啊，第二个是讲，阮即马有鼓励嘛，啊，可是讲。阮有鼓励，无啥惩罚呢，这嘛是足奇怪的代志。我讲哦，你若是讲吼要参加我们这，阮就去甲你补贴无啊，安怎都安怎。啊，可是讲你若是讲没有，比如说3年5年你不加入，我以后要安怎甲你查？叫我抓到了，安怎安尼打发？啊，你若讲抓到加倍，大家可能会惊。讲萝卜棒子嘛。嘿，啊，对啊，起码大家都只有萝卜，没有棒子。啊，你讲这代志，这个政策我们就奇怪。因为这个处罚咱听起来是。对着因这少年人会好意啦，但是连带着去揢着这个厝头家，吼，唔敢来发觉讲，我家己有这吼，我搁来问大家吼，恁即摆咧细厝的之间吼，尤其恁的这个租约啊，我挑工去，咱制作单位去买这即摆吼，内政部112年吼，这上新的6月14修正的，嚯，这内面写甲足济吼，恁的这个。租赁的这个条约有写到遐济吗？有啊，就是去7啊5金行。无共款。啊，迄无共款嘛？无共款。哦，你看，哦，无共款。你家这本册咧，好去研究者，才交着。你一般这个湾区的文具行哦，去买下足薄啊呢。哦，但是哦，你来看看这图表吼，租赁这个房屋租赁的契约哈，要注意的事项，啊，甲不得记载的事项。这内面足济呢，你恐惊你也唔捌这吼，你敢是拄着好心的这拄着好的厝头家，遐面顶写的我有小可注意啦，毋过就是迄阵啊伫签约的时阵，迄看的，啊，甲迄个厝头家互我的感觉嘛真好啊，所以就对，所以我就无想遮济，我就甲伊签约啦。哇，你感觉真好呢，啊，拄啊，我互你申请会当来补助呢。迄是真诶，拄啊好拄着好人，我尾仔听着足侪人迄故事拢无讲介好，我感觉家己蛮幸运的安尼。但是你敢有拄着讲，还是恁朋友吼，有即个即马现主时，厝头家讲会使，我互你申请，但是我来起即个房屋。我有一个朋友是根本唔敢甲厝头家讲，嘿，因为我感觉大家拢是无着惊讲起厝税，还袂听到讲真诶有起厝税诶案例，毋过可能就是因为迄个资讯不对称，还是讲伊就因为伊就厝头家啊，我若惹着伊，伊可能嘛袂互我住，啊无就是伊嘛有阮兜的锁匙，伊嘛有可能会来开门遮，凊彩就会甲伊安尼骚扰者，就是因为这个权利拢是把握伫厝头家的身上的，所以有我迄个朋友就是这种理由，所以伊连讲拢毋敢讲，因为就是这原因啦，嘿。是。即我会请教吼，即马现主时即租赁市场内面，厝头家当然想讲，我可能5档、8档、7档来以来，即个招税，即个吼，拢叫甲穿吼，我无爱互你报，吼，这头一个。第二个，我头下问讲，一个门牌会当申请的这额度，敢若15000块，吼，敢若15000块。即个15000块呢，我头下讲啊，一个厝骹内面，可能有我租3间。我3间拢你拢头领补助，结果我敢若15000块，伊嘛感觉无公平，嘛有可能安尼哦，是毋是？拄啊，迄个问题就是分租雅房，
也是规栋拢套房拢一个房东的牌是，那一个门牌一个，那伊厝主的观点，本来我拢免扣税，吼啊为着你这户，啊我村的我别空啊，啊村的若无去申请，我就变毋是自用的税率啦，对我厝个来讲。颠倒负担，负担搁大，对啊。我本来自用的400万的免税额咧，对。哇，这一切都弄出去啊！系啊，所以伊袂好啊，伊为着你这户，你若讲全部好，全部你拢去请，我全部变安尼，可能伊较损失较少，但是比起原来伊的规划，还是袂好啦。啊，人照你来看。这边呢，解决除了头头平老师所讲的这大厦以外，厝头甲厝主之间，政府爱介入吗？介入用什么角色？还是讲用协商的？这社会成本啊降低，抽税的成本啊降低，安怎讲？我感觉政府这届用那个租金补贴的方式就是甲拄仔讲的，用迄个经济学上的屁股理论在做一个状况哈。那课税、课税甲补贴这两个手段若拢用落，那效率若是阁无好，是毋是会当为咱的扣施定理方向更较偏一点嘛？有法度为中去找到一个协商的机制无？那为源头来讲，拄啊嘉欣家有讲过，讲是要健全这个租赁的市场，这是上重要原则。那上重要就是甲乌市的状况会当透明公开化。我是一个估价师，有时啊，阮咧做案例要找租赁案的时候，住宅找无足少的，你估价，都估无啥会出来，就是足歹估的。估价师，你引起我一个问题，你来看咱这写的厝，这厝租基数节升高啦。对。这到底安怎算出来？这完全是家己这个处理来去算的吗？我有研究过就是阮即摆做估价你若要价格日期无共要爱为物价指数去调整嘛即摆敢若会当摕迄个内政部做迄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房租指数这个部分但是这基础部分到底？有真实，安怎来？安那无人知就无人知我就看无，就94%啊103%，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敢若知影讲趋势是一直一升高啦。对，去年有一个新闻有去研究讲行政院主计处伊是摕迄个房屋案例是咱一般厝头价出来差1600块尔。但是伊16000块是摕社会住宅的案例出来，用社会主体来比较。社会主体本来伊的租金就较低啊，你的做出来指数，敢我都反映咱即马租金的问题，我看是无啥有够啦。这问大家，你超这几档你做税厝，敢有一直厝头一直，还是讲恁厝头足好心，拢无甲你起厝数？我伫学生时代第1年18000，第2年变2万。18000跳到2万去。不过迄阵啊是甲别人合作啦，所以一个人差不多，差不多7。嘛是真凶哦，6000块。18000跳加2000嘛是真凶哦。对，10%。 10%因迄款较俗的租金是上容易起价起上悬的。譬如来讲你若讲即马1万块，可能起到12000，就起成呢。可是讲你若是讲真正这个厝5万，可能无啥机会起到5万。起到5万5。所以你讲这个租金没有正常化，上受到伤害。上就像这种人，就少年啊，弱势跟年轻人。阮住伫遐就感觉。迄个所在就袂歹，所以伊起2000，阮嘛是爱忍受，因为迄阵啊嘛住伫学校附近。你真忍耐呢一路忍耐到即晚因为若
分三个人，若加几百箍啊，就会感觉讲腰会使，毋过嘛是起毛钱无讲足好诶安尼，就是感觉腰负担会起，毋过就是心内小可酸酸安尼。哦，这一路酸甲出社会。但是你佫甲观众朋友佫讲一摆，因为这真重要。5万块要来起到55000，可能较困难，但是。万通啊，要来去一城真容易，真容易啦。因为阮最近有足侪朋友，因是可能的小朋友嘛，拄出社会，拄出社会差不多租厝的时候，就像林同学这样，差不多万几箍，结果因讲因迄个厝主嘛就趣味的，看到新闻就讲啊，即摆听讲要通污水啊，无我就来起一个，因为阮朋友甲问讲，啊你安尼一年差不多加偌济嘛？加偌济？讲哦，可能一年。加一个几百块啊吧，不如讲抽一个整数，去一个1000，所以讲你讲这款低价的就很容易会反映在实际的这种比较低价的租金上。因为政府要来拍这个空厝，所以囤房税。因为囤房税在地数就租金过来起悬。对啊，而且这些数字嘛就趣味的，讲囤房税起100，升息又起100。想到你有理由，就起100。所以讲这房租指数啊，近前我还记得近前的消费基期是105年，所以105年本来105年是100，可能是起伤紧啊，所以今摆变成2021年是100，搁较近前是100年的时阵是100。所以讲，虽然讲我看迄个基期，敢若这几年涨的幅度敢若无真影响。可是讲伊是机器改变啊，伊咧做表啦，伊咧做数学题嘛，你做这些数学题，这数学题，你敢有可能政府掌握到真正租金呢？到底是起偌济？这嘉欣他讲到一个，这讲到观众朋友听吼，这意思是啥物呢？伊本地吼，你讲本地是2016是100%，对。2016是100%，但是呢，起了像做了，伊甲这个基准100%移来到2021。是，就看起来无起遐济。看起来无起遐济啊。嘿。这个做表。数学不错。这个做表这个政府的数字有影因为实在讲，头拄我问过张老师，咱这个厝租其实拢无准嘛，伊这报出来人，我有去查。伊讲是全台湾1200间的即个有租厝的人，去甲看伊内面的设备安怎来甲做即个房屋的指数，看起来敢若真有实际去用。头仔一听哇，这原来是咧耍动的哦，真趣味。哇，这主计处安尼咧用哦，咱就爱请主计处来好好来回答啦，彭老师。因为这件代志，阮过去有研究啦。因为主计处有一个家庭收支调查，其实伊调查足侪代志，房租只是其中一个而已啦。我刚刚讲，基本上讲，伊遐完全没有可信度。好，另外因过去足侪年，足侪迄个研究生的论文啦，也是民间，你大概都是啥去下载迄个591几十万笔的资料。因为迄就是公开市场，大家租偌济嘛。讲两边的迄个房租上涨的比例差真济啊。不过我刚刚重点是啥？重点就反映讲啥？就是讲拄啊讲乌市的代志嘛。就是讲租厝的人拢无互政府知影，所以政府啥物代志拢唔知。我问上简单一点，咱台湾的政府知影台湾有偌济人伫租厝。偌济厝头家的厝，我相信偌济老百姓伫租厝，知影无？唔知。这租厝的人偌济是弱势少年的，唔知，因为咱啥唔知嘛。可是咱啥拢唔知，咱他做补贴，照问讲你300亿是哪决定的？你是用啥跋杯吗？为什么你刚刚讲补3000就对？因为你也唔知影是对，为什么补3000，毋是补2500，毋是补3500？所以讲，这就是咱上大的问题。我唔是咧怪所有人，所以讲你也是讲，甲这市场吼，不管用什么方式，无一定我讲的方式是好。可是我讲政府爱甲这做一个优先解决的问题，你也甲这个市场透明这个代志做啊好吼。因为你有所有透明之后，你想国外为什么所有的城市拢他讲因的租金指数，因拢是用真实几十万件的，因为政府拢知影你报税资料，就来算嘛。
啊，如讲今年甲旧年起偌济，中正区偌济，大安区偌济，因拢他走嘛，咱拢袂使啊，咱就是拢用药的嘛。刚讲你这个资讯透明以后，啊，你政府讲过来做补贴，阮拢支持嘛，所以伊的补贴较准的讲，有的所在伊的厝价厝租无遐悬嘛，所以这几个城市伊的补贴的额度可以少一点嘛。啊，像国外就讲有的城市、有的地区，伊的租金足悬的，所以伊的补贴的额度就比较高嘛。迄拢是，所以讲咱做所有的政策都简单讲嘛，咱政府做政策、做政策、做政策，要不要有科学数据？数据要正确啦。啊，看咱这么上大问题，咱收入错掉啊！咱这么上大问题就是咱租屋的这个市场，咱政府无数字、无数据，可是咱所有的政策拢要做，这是咱上大的问题。所以找唔到先生，都看唔到、挂唔到科啦，啊，食唔到药啊。但是咱来看吼，咱一直咧讲，除了大厦以外，老师他讲协商了后，有通啊来介入政策的介入，除了大厦以外，啊，佫有其他政策，莫讲安尼一刷落来补助，因为我看这补助真正像特健这种少年人。因会当摕到的数字嘛无多，我所知影讲，即摆台湾租厝超过100万人啦，哦，咱有一个数字，啊，影响的人数超过300万人，300万人不少呢，1%呢，这拢票呢，哦，这拢票，啊，你看是得死着厝头，还是得死着厝骹？这政策要安怎来评估呢？我感觉吼，咱即马诶租屋的市场吼。就是供给比较少，才会供给不足哈。房租才涨。对啊，供给较少，啊需要的人愈来愈多。咱即马居住正义，真正是讲买无，吼买伤悬，买袂起。即马是租无，对租无，啊佮租伤贵。即马咱的以前吼，咱咧读册的时阵有一个以租代买，可能是一个选择权的项目，可即马唔是啊，即马是我买袂起，我一定爱租。那一定爱租，我市场阁无法度公开透明，我唔知影跩。啊，我要申一个补贴，阁去互厝头去刁难，阁威胁。啊，我惊讲我租无这个所在，我要住倒，啊，阁要找所在，足麻烦的。所以这个政策出来吼，背后想要甲这个帮厝厝头家的子孙会当公开透明化，可是后面的那个会造成房东房客对立，变成即马变成这款啊，看会到食袂到啊，厝头家嘛无愿意房客去请这个啊，虽然讲那个咱主体法23条23条对，啊，有规定讲吼，你若厝头家变成公益出租人啊，伊袂使甲这租赁的契约作为去查核这个房屋所得税的依据，吼啊！但是我看吼，这写是安尼写，第一，我来看讲，头前这几点哦，可能拢是主动的这个，啊，若申请补贴的被动的这个，到底有适用无？哦啊，这嘛唔知呢吼，对，嘛唔知，啊，过来拄啊，嘉欣才有讲到，追溯5年到7年的代志，这嘛无解决啦。所以写呢，无讲呢，对，啊对，厝头家可能看到这，虽然讲有一寡善意会当互伊放心，但是以厝头家咱来讲吼，主要我的租赁所得若扣落所得税累积落，伊袂好，伊甘愿伊用伊进前的模式去处理这个代志，所以这个补贴的政策吼，会客观就是安尼，感觉吼。主要厝头家这边，你有法度用一寡方式，互伊愿意，吼啊，伊会袂当，互伊会当心甘情愿为主动的这个方向去劳动。咱即马我看迄个主体法第20条吼，咱主管机关新建社会住宅的方式吼，有一寡方式吼。啊，以我即马估计书接触案件吼，一寡。都市更新、权利变换的吼，咱国有土地分回吼，有开始要求讲伊要分回做社会主体，啊，佮有一寡像新北市有一寡丁农机、真额农机这种概念吼，
那这个所以官人嘛是要求要负担一寡公益设施，啊，即摆嘛是真侪社会主体的方式去负担，真正拢有咧做，只是时间还未够，足慢的啦，足慢的。足慢的吼，实在讲吼，你慢到因咧少年人吼，起厝爱时间啦，对，起厝爱时间啦。但是我感觉这政策哦，爱马上来改吼，嘛上无爱，你爱方向爱对啊。因为对因来讲，我即摆现不现就听讲，伊只三个朋友、两个朋友拢请袂着。啊，你咧公职做遐抄补去，我300亿才无人来领，300亿才无人来领。但旧年才一半的人，今年咱来看有偌侪人。但是呢，我想要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他老师也讲，咱台湾哦供不应求啦，哦，这个税储啊供不应求。那就你安尼，嘉兴恁伫公司内面啊，遮久啊吼，10几档、20档啊，这供不应求，这租賃市场安怎爱来健全，互大家会当来搁较有厝通啊睡，莫讲买啦，有厝通啊睡，恁的看法呢？张老师吼，拄则讲这个代志吼，伊应该是深受其害，因为高客书拢找无行情，会使做出。我当做比较啊。嘿对，啊，阮即马吼上重要的问题是讲吼。头一个吼，租屋市场不只是数量无够，伊可能在南北不均，可能台北需要较济哦，可能台南嘛，或是讲都会区，嘿，都会区，可能无啥物需要，所以讲你即马工作机会拢在都会区，啊，真正遐需要拢在遮，啊，可是讲这边供给不足，啊，第二个是值的不足。以前阮是讲啊，大家讲有公寓大就算，懵大，我即马系电梯咧。吼，我即摆想讲啊，卡嘛无法度，所以讲电梯这物件，以前可能我想要租电梯啊，可是电梯供给比较少嘛，啊，所以讲若是讲我是一个厝主，我就有一个电梯，吼，啊我套房，啊计小哥会使，啊当然我即马甲这厝卡赶走了后，我以后我要找一个新的厝卡是无问题的，所以讲这就是为什么即马的厝主会使讲啊，我要安怎就安怎，我调关系，对。啊，这是我们认为这是上根本的原因啦。啊，若是讲真正要去做改善，比如讲社会住宅，吼，这头一个。啊，第二个是讲吼，阮因为起厝嘛是爱时间，敢有可能有机会用新办社会住宅这个概念，就是讲哦，阮做补贴，啊，若是讲或者是说建商，你若是讲起厝，吼，一个新的厝，吼，啊，你提拨多少？像日本，你有提拨多少做社会住宅？哦，他就做一个比例上面的社会住宅。所以民间的建筑公司起厝的时阵，有几趴做社会住宅。啊，做社会住宅看政府要安怎奖励，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方法。因为吼，一直起厝一个问题是讲，起码大家拢知影少子化，23年了后，这社会住宅不是变文字社会住宅。所以讲这对，所以讲伊这政策的配套，除了讲起码哦，我要互少年啊有通住，啊以后若是讲，少年啊年岁较大的时阵，伊要买厝有通买，啊，我们之前投注的公共资源也不会浪费掉。啊，这嘛是一个办法啦。但是我会想讲，你若是一般的民间的建筑公司来起厝，伊起的所在应该是区位拢是袂歹的所在。甲一般咱想讲社会主体可能区位无遐好，安怎，可能也无共款哦。这社会主体，这要安怎来铺排咧，平老师？我刚刚嘉欣都要讲，我刚刚讲一个重点，就是讲吼，刚刚2位都讲，咱租厝即马就供不应求啦，吼，啊，所以可是咱问的是讲吼，咱这个供不应求是讲咱台湾的厝无够吗？不是，咱台湾的厝比人较济咧，吼，所以讲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咱的空屋的问题、空厝的问题啦，所以讲咱政府可能爱想吼，就讲拄我讲的嘛。政府已经有厝啊，只是遐个厝空伫遐啊。咱即马政府继续起新的厝要做社会住宅嘛，可是迄个时间嘛，所以讲咱政府有选一寡想法，就讲互遐个厝空伫遐个，用什么方式鼓励，还是用什么方式鼓励遐个人，要提出来租嘛？你就是你来租嘛，你想办法来租嘛，租你嘛收税金嘛，你嘛是收。租金嘛，租金等等的部分嘛，我觉这可能是另外一个要努力的方向。所以，我补充嘉欣的讲法，我的讲法是安尼啦：健全、健全，它第二个要扩大，两个要做。
好来租厝的市场，第一健全嘛，黑市。第二扩大讲，咱即卖供给的量伤细，想办法搁较济。啊，是安怎？大家拢宁可空厝经无要出来说厝。这应该这答案大家都知嘛。咱买遐济厝是要等来囤积要来炒作的嘛，就是安尼嘛。无啊，但是我来卖的时候，我等嘛是等，我来蒙水啊。哎，它有真侪问题嘛，因为讲第一点讲，伊拄我讲有那个增值税的问题，哦，有增值税的问题。第二点讲伊迄厝房大过啊，介绍较无，就全新拢无人大过，哦，等的问题嘛。对，我要讲其他，所以我讲真侪很多因素。第三是讲咱的房屋税成本足低嘛，知道？我空伫遐一年嘛，交一啊几千块税金就好啊嘛，我空伫遐就好啊嘛。啊，可是我厝价一起，我赚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嘛。所以讲伊又无一个动力去做这个。啊，用什么方式？我甲大家下讨论。可是我敢讲，是讲一个很客观的事实，讲咱台湾毋是无厝。啊，即马上大问题是讲，咱摕出来租的厝无够济。啊，即马无够的厝。无够济的厝内底，佫是乌市，这就是咱税厝的少年的上痛苦的代志。第一个厝无够，第二个提出来的部分就是个乌市，啊，袂当领租金补贴啊等等。所以讲，咱应该是讲，这个问题伫遮啦。咱要求政府讲，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啊，用什么方式大家讨论嘛？我政府的责任就是，伊爱想较好的方式啊。那他讲规工拢问讲，咱遮民间的人替伊想方式。对不对？伊是咱选出来政府，你要解决，咱是甲讲这个问题的关键伫遮，政府要想一个方式来解决。那政策工具咧，张老师？第一，我拄仔补充者吼，就是厝头家要摕厝出来租，为了厝头家爱做生意，伊嘛去惊去拄着无好的喙齿。OK， 伊甲你乌白母，还是厝甲你母甲乌白弄，还是第啊咱讲自杀创啊变凶宅，伊个厝都无价值去啊。所以我有一个朋友啊，有同学伊家己嘛是厝头家真侪厝咧出租，伊足认真即个所在。虽然厝空啊，都人来看，但是伊要建甲做好诶，就谨慎诶吼。对，较要厝，无意外甘愿徛喺遐。所以即摆咱厝头家吼，第一建厝骹，第二伊嘛毋是食菜，伊拄着这。伊要甲厝客要甲你申请补贴，伊若感觉无爱，伊家己主管伊当决定的，伊就甲你拒绝，啊无就起厝客，啊无就叫讲啊，无卖说啊，卖说啊，这拢是厝头客，这边伊一寡因为优势咧伊的手头，伊我都去做。是。啊，拄仔咱讲为了真啊，即个空房爱摕出来出租，摕出来出租。拄仔咱讲公益出租人有一个主动的即个。流向，好，这个流向就是拄啊，我补充的就是咱这个协商机制，这个主动的流向应该是一个协商机制放在那边。如果我的政策有法度，好，厝头家放弃刚才讲这些疑虑，就是厝客嘛是好的，啊出租收入嘛是好的，啊你的税我会帮你解决，啊即所得税啥物有淡薄啊，互你袂当。无如意，但是吼减轻你的负担，豆豆啊协商，即个主动的，莫去甲拍断，总有一天政策，我感觉若有法度把这边诱过来，才是源头。但是他张老师你讲，这中啊是里里扣扣代志足多啊，是毋是咧亲像嘉兴因种业者来做中介人，较有较舒适，讲互因来做这个服务，啊来做这个协商。吼，啊！你的头家人，你着翘家练水手，啊！你有厝，啊！你也交淡薄仔税，啊！互因少年人有通啊大。对哦，所以即摆我感觉回归咱即个题目的主题吼，房屋政策补贴2.0吼，其实吼我看伊是一场那个赛局的游戏啦，吼，政府有伊背后想要得到的物件，就是甲迄厝头家挖出来，啊，厝头家。伊有原来的思考模式，伊无愿意伊的所得曝光，啊，厝主因为利诱，或是说补贴很 OK， 他赶快去申请，可是这个会造成一个这先不要先海西搞这一天。对，就是讲即马
反而造成房东房客的对立啊。来，咱有少年人吼，互你做结论，互你望讲吼，政府上无这3档啦，这3档莫讲到5档啦，3档之内，政府会当互你哦，互你下大弯，看你政府需要甲你帮衬什么。第一个是这届的这个租金补贴，对我来讲是真的有帮助，因为其实我欠着的钱占我的薪水的，其实是有比例差不多嘛有10%，因为对我这种对我出社会来讲，我的薪水无悬，嘿啊，所以，不过我听老师讲的，我感觉什么房市透明、租屋市场透明化，迄种真的最重要的，因为即摆的房价，对阮来讲，我去看迄广告，一间3000万起跳。我是根本袂想讲，我这世人有法度买，所以颠倒我就是。